新聞頭家先來看，桃園早暗是發生食毒賽車3個人死亡的嚴重車禍。現場的駕駛拒絕警方檢測，逃走的過程去弄到2個行路的民眾。這駕駛甲2個過路人攏當場死亡，駕駛是驗出安非他命陽性。也那台中早暗也有毒駕的車禍，2死1傷。另外，這個月初4，中華保險分駐所聖誕的所長去互食毒賽車弄甲卡斷去。肇事的駕駛本地是無報請回，不過伊煞走去病院，甲人講是要講和，引起驚嚇。中華地方法院是定開羈押庭，裁定有風險羈押。在桃園鬧熱市區，自小客車駛甲搖來挖去，有危險賽車情形。警方沿路63公里左右，在暗時8點，市長嫌犯在桃園區經過路甲天祥3街路口，失去控制去弄到2個無辜過路人，病院搶救了後，賽車路人也閣2個過路人攏不治死亡。犯嫌經過抽取尿液檢驗，呈現安非他命的陽性反應，並且在現場也查獲安非他命還有吸食器等相關的證物。這個食毒致死案件造成事故30歲市長的查甫人是桃園市立管的毒品人口，雖然伊搶救了後死亡，不過經過抽血檢驗，呈現安非他命毒品陽性反應，警方又查到安非他命，也閣有來試食的物件。桃園檢方隨勘驗現場來小驗調查死因。環保協會也甲律師鬥陣表示，申請加扣押保障被害者甲伊的權益。即刻指派檢察官聯繫桃園分局指揮偵辦。檢察官於今日上午至現場勘驗並相驗死者。針對駕駛他的財產的部分，我們先做調查，有必要我們也有律師在場，我們會協助他去做假扣押的這個部分。另外，在台中也發生重大車禍，在暗頭6點外，這台轎車駛到台中5車中華路一段時，敢若甲另外一台轎車比賽進來了後，失去控制發生事故，造成這個賽車的4個查甫人甲一個4單的乘客當場無氣，送醫了後也是死亡。也車頂另外一個4單的乘客人是清楚的，不過喙內快速檢查後驗出毒品陽性反應，警方也佇車內查出敢若像K他命毒品的白色的粉。一名男子駕駛自小客車沿中華路北往南方向行駛，因不明原因失控後撞擊路邊車輛後翻車。本案將依規定製成相關資料，移請交通警察大隊分析研判肇事原因及責任。台中檢方講，警已經將4個查甫人檢體送檢驗，調查是毋是有食毒賽車情形，就也在等待結果。也來這個月初4，中華保險分駐所聖誕的所長，和食毒賽車的4死的查甫人弄到受傷。中華地院裁定4死的查甫人無報請回，引發外界議論。中華地院12早起重開羈押庭，裁定這4死的查甫人該以有風險羈押。伊個復原的狀況有較好勢，有即擺攏有法度行迄個助行器。也來警政署長張榮興12日告知受傷的所長引導去看伊，強調支持現場執法的同仁，並且捍衛公權力。家屬是講對地院的裁定表示尊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